后日就是儿童节咯，有儿团团体公布一出影片，请17个囡仔来讲出因家己的心声哦。有真侪囡仔认为讲大人哦，拢无重视因的话语权，无要听因讲话。立法委员林慧琴就表示讲，第3届的儿少法修法的公听会，会来邀请小朋友来发表意见。为什么每次都是我错？不是每个事都是我的错吧4月初4就是儿童节啦，台湾儿童权益联盟发布一个甲儿童话语权有关系影片，影片当中拢总访问17个囡仔，当中敢若1个囡仔感觉父母会参考伊的意见，其他16个囡仔拢感觉大人袂听因的心声，互因感觉足委屈的。就会重复骂我希望他能同理安慰。然后呢，不要责备我。这个是所谓表意权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你要听进去了，然后呢，大人会有大人的评估，会有大人的判断。那如果跟孩子的不一样，你要跟他沟通，跟他讨论。为着要互大人听到囡仔的心声，立法委员林国琴表示，第3场的儿少法修法公听会，因会邀请12岁以下的囡仔来参与，包括听障儿童、过动儿童，也有足够读册的囡仔，希望透过参与公共政策，确保因的话语权。布置一个友善的环境，让他们可以勇敢的去说，而且说完之后，我们要回应。回应如果有一些他认为不是恰当，是还要给他有申诉的机制。儿权联盟表示，因接触到真侪儿童性剥削案例，一寡儿童会一再受害，拢甲因唔敢甲父母表达有关系。儿权联盟希望第3届的公听会会当讨论出适当的法条，确保囡仔话语权，鼓励囡仔表达出心内袂爽快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